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百名歌。今集百名歌好特別，因為唔係我自己揀唱咩歌，而係由網民留言點唱，可以話係百名歌第一次嘅新嘗試。而最多人要求我唱嘅一首歌，就係古天樂主唱嘅《天命最高》，亦即係電視劇《尋秦記》嘅主題曲。嗱，講到《尋秦記》咧，首先一定咧就要恭喜下先啦，因為最近呢套電影《尋秦記》咧個票房成績咧係非常理想嘅，唔單止喺香港，就連中國內地甚至馬來西亞票房反應咧都相當唔錯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就證明咗香港嘅電影同電視劇依然咧係有好多觀眾咧係中意睇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香港嘅影視作品。咁講到呢一首《天命最高》咧，就已經俾阿古老闆咧唱到家傳戶曉噶啦。點知當我上網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先至發現有好多人翻唱《天命最高》，竟然咧仲有人用 AI 製作咗咧唔同語言嘅版本。誰靠誰？春秋之巔，種天雷號令。로스명의 술에 박힌 누가 멈춰 온화의 숫땡기 시어봐 맘 뽑아 쇼르 탐자이가 허모시 All arises from the rust Qui réécrit l'histoire 要唱到唔同味道咧，的確係有啲難度嘅。不過今次信眾要求，唯有全力做到最好。我哋嘗試咧係重新編曲，希望咧做到有娛樂性、有喜感，令到大家有驚喜。仲有多謝你哋嘅留言同意見，我會繼續努力學習。感謝。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天命誰能扭轉運程？誰無誰，亂局亦一樣入定。誰在篡改劇情？別高興，別以為叫始早。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下一世別理誰叫高咗，別叫賭天命最高。一並撥出便命定，馬年輪迴今世劇情，誰謀誰，亦在逆境下效命，期望最終得勝。別高興，別以為叫始早。萬歲千歲都會依你嘅意願來營造，下一世別理誰叫高咗，別要賭天命最高。
歌頌，亦要賭我天命最高，天命最高，天命最高。恭祝大家馬年得勝！鍾意條影片嘅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下條片見。